开始在 Google Cloud 上解决难题，立即获得免费。Google 刚刚偷偷上线了一个功能。
这部影片中提到的并不是 YouTube Studio， 而是 Google 推出的 AI 开发工具 Google AI Studio。 0.09 分。影片介绍了 Google 在2026年6月26日于 Google AI Studio 的 Build 模式中全新上线的狂暴功能 Design Variations 设计变体生成。 0.09 分。2.05 分。这个功能的核心特色与运作方式如下：一键解决设计痛点。许多开发者擅长写程式码，但却不擅长用文字精确描述 UI 设计美学，如科技感、简洁、高阶感。2.43 分。这个功能可以直接一键生成多个不同方向的界面布局方案，包含颜色、排版、间距、视觉层级等。2.56 分。使用者只需要看一眼，选一个；只需要看一眼，选一个就能直接套用；完全一个就能直接套用；完全不需要写任何与设计相关的提示词。1.31 分。3.12 分。底层技术由 Gemini 3.5 Flash 模型驱动。3.21 分。选择 Flash 的关键在于其具备极低的延迟与超快的响应速度，让多个界面变体可以在1秒内即时生成，提供顺畅的使用体验。3.36 分。3.36 分。3.36 分。完整的 AI 设计工具链。该功能与 Google 陆续推出的 Design Mode 直观编辑模式。5.25 分。Annotation Mode 视觉划线圈选标注模式。5.57 分。以及 Imagen 3 Nano Imagen 图像生成。6.39 分。结合形成了从宏观风格选择到微观细节打磨的完整应用设计流程。7.11 分。简单来说，这是一个用选择替代描述的突破性功能，大大降低了没有设计背景的人透过 AI 打造漂亮 Web 或 Android 原生应用的门槛。11、32、19、19、39。YouTube 影片观看记录会储存在 YouTube 记录，且 YouTube 会依照服务条款储存及运用使用者资料，